好啦，咁 HK01嘅報導，創立於1992年嘅海皇粥店係香港首間連鎖嘅粥店，高峰期有超過30間嘅分店，曾經風光一時。但係喺上月7日咧，就突然宣布全線結業啦，結束長達33年嘅港人品牌。有海皇粥店全員工表示非常唏噓，估計高昂嘅租金同埋港人消費習慣改變成為海皇嘅真正死因。前員工回顧海皇當年營運好講究，大部分廚師需在工場熟習製作腸粉同埋炸遊戲嘅技能，先才獲發到各分店工作。食物100%保證非預製菜，只有搓麵粉等前期工序提前喺工場完成，其他都在店內新鮮製作，長期做到冇停手。有員工就話：我哋嗰陣時假期都需要排隊，食粥都係要排隊，所以個落差好大喎。海皇當年更加是唔少粥店嘅參考指標。中記粥店黃埔店負責人林小姐形容海皇嘅老闆係偶像，讚揚佢率先領導粥店走向現代化，改變過去港人對粥店污糟邋遢嘅印象，感嘆起見證一個時代嘅終結。不過海皇粥店倒閉都響起警號，促使他認真考慮店鋪嘅未來方向，計劃推出甜品、甜粥同埋湯飯等新產品。目標係未來3個月收支平衡。咁就話方姐喺2016年加入油尖旺區嘅海皇粥店，任職樓面嘅崗位。去年因私人嘅理由離職，至今年佢就重返職場，店鋪卻消失咗喺時代洪流之中，昔日嘅戰友都各散東西。佢於是喺今年3月加入中記粥品黃埔店，繼續從事樓面工作。不久後海皇國際有限公司喺5月7日宣布全線結業。方姐為海皇粥店效力多年，已經擁有深厚嘅感情，感到非常唏噓。佢憶述指，油尖旺區門店每逢假期大排長龍，吸引咗來自日本等嘅海外遊客專程光顧，深得老闆嘅重視。冇諗過全線結業嘅日子嚟得咁突然。方姐估計，由於海皇粥店急速擴張嘅時期，適逢本地租金飆升到最高位，因此當新冠疫情爆發打擊食肆生意，加上港人消費習慣改變，海皇粥店逐漸走下坡。點解佢感觸咁深？因為嗰間鋪頭前線嚟講，生意係數一數二。所以佢一落千丈嘅時候，佢哋都覺得好唔甘心。方姐又話：海皇粥店嘅爐具已經申請獲得專利，無需再似傳統粥店需要定時派員去攪拌均勻，今次有時間安健，員工只需開水喉便可取得白粥。他強調，只有搓麵粉等前期工序提前於工場完成，其他都在店內新鮮製作。翻查資料，五常法源於日本嘅5S 管理，由何廣明改良並引進香港。海皇粥店喺1999年底獲香港五常法協會通過認證，成為香港首間取得五常法認可證書嘅香港食肆。方姐指，海皇粥店制定一套嚴格衛生標準，對他離職前仍然堅守五常法，所有雪櫃每日維持清潔衛生。
王粥店嘅結業都為業界響起警號，但係粥店式微並非單一嘅原因造成，涉及到經濟不景、顧客群收縮等複雜嘅因素。林小姐透露，中記中環店在疫情前都係僅靠平日午市足以撐起營業額嘅一半。為疫後經濟環境大不如前，而因寫字樓嘅空置率增加，顧客量大幅下滑，港人北上嘅消費更加進一步打擊粥店嘅生存空間。林小姐透露，今年復活節年假嘅生意額遠低於平時嘅週一至週五，即使市民平時願意到店光顧，消費力也明顯在減弱。我哋個價錢唔貴㗎，可能有啲客買個牛脷酥，佢都會講牛脷酥11蚊好貴喎。更加雪上加霜係，年輕人已失去食粥嘅習慣，顧客年齡層全為30歲以上，當中又以長者為主，甚至林小姐身邊嘅朋友都不願到店。她笑住咁講，有時候叫啲朋友嚟食，佢又話我又唔係唔舒服，又唔係病咗，所以我哋見到學生嚟都會特別優待佢，會特別好招呼。此外，粥店受到先天性不足嘅影響，部分市民唔願意喺炎炎夏日享用一碗熱辣辣嘅粥。林小姐透露，夏季比冬季嘅生意更加相差甚遠，日均減少約200碗粥。因此，她強調必須想辦法度過未來3個月，目標達至收支平衡。目前佢已經針對客戶消費力下降，特地設計低至20蚊嘅下午茶餐。另外，有鑑於家族其他分店嘅數據顯示，粥飯喺夏天嘅可佔銷量一半。他計劃跟隨推出多碗湯飯，並針對育有小童嘅家庭客推出甜粥，以擴充客群，包括粟米南瓜粥及小米番薯粥。中記粥品亦都參加慈善活動，過去曾與民間社區組織講分享合作，定期向無家者及長者派粥。但該組織今年初結束營運。中記計劃尋找更多志同道合嘅機構，繼續透過公益活動項目為社會出一分力嘅。